返嚟本港，1號戒備信號生效，熱帶風暴蝴蝶大致移向海南島。天文台話1號信號為今晚至聽日初時維持。星期5評估係咪需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受蝴蝶相關嘅外圍雨帶影響，維港望出去灰蒙蒙，多區不時都有驟雨，暑氣亦都稍為消去。酷熱天氣警告下晝2點取消。蝴蝶係今年西北太平洋同埋南海第一個熱帶氣旋，大致移向海南島並且逐漸增強，隨後移至雷州半島至北部灣一帶。按現時嘅預測咧，雖然本港星期5初時嘅風力咧就會稍為咁樣減弱，但隨後咧本港咧將會逐漸咧咁轉吹偏南風，並且咧間中咧有狂風大驟雨，普遍地區咧可能吹強風。天文台咧就會視乎蝴蝶屆時嘅強度同本港嘅距離同埋本地嘅風力變化，評估是否需要咧喺星期5改發3號強風信號。蝴蝶雖然喺南海生成，有氣象專家話有足夠能量增強。個海水溫度都足夠暖至得，咁就嗰個條件就係26度攝氏。咁而家喺海南島對出個海面啦，海水溫度都係超過呢個數字啦，有啲地方達到28度啊。咁所以係有足夠嘅能量嘅來源啦，提供俾蝴蝶。當佢經過海南島嘅時候咧，因為嗰度嘅山脈都相當之高啦，一定會對蝴蝶嗰個三維結構咧有啲損害嘅。隨住蝴蝶靠近沿岸地區，天文台提醒今個星期後期風勢都幾大，海有湧浪。呼籲市民遠離岸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無線電視記者黎在山報導。喺澳門，1號風球生效，預料喺晚間維持。澳門氣象局話，預料聽日清晨改發3號風球嘅機會中等。聽日日間內港以南一帶可能出現輕微水浸。熱帶風暴蝴蝶預料星期5稍後至到星期日初時對澳門影響最為明顯。將會有頻密嘅驟雨以及雷暴，低窪地區可能會有水浸。